如果發現前邊領點有高低，可以 cut 低佢。後領嘅闊度、肩斜嘅平衡度係整件西裝嘅平衡核心。1、2、3、4，我哋用手針紮好條領之後，就可以開始示範點樣定條領。第一件事，攞翻最重要嘅架撐，就係呢一副老花眼鏡啦。利用燙斗熱力將條領拔開去，呢個係必然嘅動作。大斜肩拔少少，大平肩拔到成個 U 型咁，呢個定律就好似牛歡喜配酸菜一樣。雙手打交叉，左豆豆右豆豆，唔係喺度懶型，係因為想睇啲布紋順唔順暢。順手又着埋上身，嚟個正面，左邊再嚟個背面，左轉右轉向後轉埋，就係要睇下個領點係咪食翻喺條領度。依嚿重凳凳嘅嘢就係師傅學師嘅時候俾我嘅鐵凳，晾住件衫定條領非常方便。我慣咗手勢會先將後邊定好，然之後將佢擺平，襟膊線同領線要對直，兩邊要平衡一致，講就容易，做落手先知，全部都係功夫。西裝嘅每一個位置都隱藏住唔同嘅工藝技巧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上領嘅方式。我係一個80後嘅香港裁縫 W&L Tailor 嘅 Matthew，多謝大家。